华严执事是我好朋友黄牧师的儿子虽然我比较少见他，但是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很熟悉的。早上牧师所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上帝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还记得赖总统在元旦来文告的时候呢，他讲一句话：台湾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不然迦南美地。赖总统还不是基督徒，不过10年前我退休以后呢，我13年前退休以后呢，曾经到台南东门教会牧养一年的时间，就好像陈佑生牧师他从台南到我们教会来半年的时间的工作是一样。那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也曾经到台南东门教会去松大演讲，所以我很惊讶，他认识这么多的牧师，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心里真的有上帝，他也祈求上帝能够帮助他，在总统任内能够为我们的台湾来着想。不管如何，我第一堂我是讲了一点点，但是我仍然要讲。我在美国，我这十几年来，大部分都在美国得帮助美国的教会，就看到我们这一届的立法委员选出来的没有多久，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目前在我们的国会立法委员，很多都听使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在台湾行事。我们看到他们提出的这些法案，就是要推翻台湾，让台湾要出卖台湾，让台湾呢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各位不晓得你愿意不愿意让中国共产党来统治我们台湾？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目前的民主自由是世界响叮当的，比美国川普总统说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还要好。你同意吗？我是同意。美国选这个总统，他在当初上一次落选的时候呢，实在是被作票做出来。那时候我在美国东部，在纽约西教会，我觉得很可惜。美国虽然我们想象说他们很民主，不过也有很多很暗淡的地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比台湾以前更暗淡。我们祈求上帝让川普这一任总统能够做好。当川普这一次要出来竞选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就拿着圣经在他的手。我们要有上帝，上帝才是我们的政府，上帝才是统治我们的，上帝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2025年已经过了18天，再过10天，我们就要迎接农历过年。回想过去1年的时间呢，不晓得你受过谁的帮助，或者是你也帮助过人。不过在信仰上面呢，你是不是也想到，上帝才是我们的帮助，上帝才是帮助你的？在刚才我们所读2处的圣经，在撒母耳下16章与诗篇第3篇呢，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这2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大卫遇到他人生重大打击的时候。在大卫一生当中，常常遇到许多困扰、困境、患难、困苦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次的打击比任何一次更加严重、更加凄惨。我们想象，当一个人遭遇到困扰、困境、挫折、打击，走到人生凄惨地步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环境，甚至有人埋怨自己的父母，埋怨所遇到的事情，埋怨别人，甚至埋怨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当大卫的人生遇到困境、困难、困苦、困扰的时候呢，大卫有什么反应呢？从这2处的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仍然是以上帝为可信的。在诗篇3章第8节说：“拯救属于耶和华。”这就是大卫对上帝的认识以及他的信仰。所以在困境当中呢，他仍然会感谢上帝，依靠上帝，相信上帝。还记得大卫他年轻少年的一段故事吗？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从主日学生就告诉他们以外大卫就是在看守这个以外妹妹。但在少年的时候的大卫，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那时候在战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大卫的爸爸叫他到战场去送一些食物去探望他的哥哥。但当大卫到那个战场的时候呢，看到强大的敌人非利士人，还有非利士的那个巨人歌利亚，看到这个年轻少年的大卫，想要向他挑战，你认为可能吗？我想一巴掌就过去的时候，我看他以为是大卫，就接受不住。不过这个他就在那个在笑这个大卫，咒诅大卫。然而大卫对这个歌利亚他这样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是耶和华的名。上帝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死你。”果然，这个巨人歌利亚死在一个年轻少年大卫的手中。这就是大卫的信仰。他相信上帝全能，上帝一定会帮助他。这也是他整个人成功的地方，更是上帝喜爱大卫的缘故。大卫一生的成功有很多很多，但是在这里我要举出比较特别的2项。我觉得那是他最大的成功。一项是他会认罪跟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罪跟悔改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你只要翻开圣经诗篇第51篇，就是大卫他借刀杀人，又夺人的太太，后来跟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当这个孩子不受上帝祝福，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他痛心悔改，是他认罪的祷告。回去你好好看诗篇第51篇，你就知道说大卫他的心是如刀割一样在上帝的面前流泪祷告。各位，刚才我告诉我们，认罪与悔改，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另外一项是，不管他的人生是处在顺境或者逆境，是好是坏，他都会感谢上帝，信靠上帝，依靠上帝，赞美上帝。这就是大卫的信仰，也是大卫他成功的地方。下面我要分4点，与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点，大卫忍受四美的侮辱、咒骂。我们看诗篇第3篇第1节跟第2节。诗篇第3篇第1节跟第2节这样说：耶和华，我的敌人
火气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大卫一生有很多的敌人，有许多人要攻击他，有许多人在嘲笑他。刚才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6章第5节，大卫王到巴户连的时候，我看有扫罗族的家一人出来，就是基拉的儿子，名叫示每。他出来越说越咒诅骂大卫。大卫我们看看大卫，他看到这个人他一直在咒骂他。可是呢，我们看这个人他怎么说呢？这个人他说他是一个杀人的，他是流人血的，他是一个坏人，并且要拿石头来打他。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受人的侮辱，受人咒骂。其实他要对付非常的简单，使一个眼神或一个手，他的手下就替他动手了。他不必亲自动手，事情也就这样解决了。但是大卫有这样做吗？他没有这样做。各位，当我们被人侮辱、被人咒骂，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没有人觉得那是一个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第二点，大卫的反应。大卫的反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当学习的。大卫忍受示每的呛声、辱骂，实在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国王是一国之间，是一位勇士，竟然被人公开辱骂。大卫面对这种情形，他怎么反应呢？其实很简单，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只有手势一挥，眼睛使一个眼神，就这样就解决了。大卫没有这样说。我们看撒母耳下16章11节，他说，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求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也就是说，这是上帝所允许的。意思是说，既然耶和华上帝让这件事发生，必然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所以就由他咒骂吧。我们会看到大卫面对这种情形，可以说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一个风度，也就是大卫的信仰，也就是大卫成功的地方。他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旨意。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卫，他的反应跟处理，值得我们每个人所当学习的。当我们面临被人看轻、被人侮辱，我们不要看得太严重，不要把事情扩大。假如听到不中意听的话，就把它当成耳边风，听听就好了。听到耳朵，但是不要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假如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去，就让它称为是我们做人处事的警戒。假如我们将人的侮辱看为很严重，把事情扩大，我们就没有办法每天好好过日子。其实我们被人咒骂、被人攻击、被人怀恨、被人误解，上帝都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替我们伸冤。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保罗先生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因为有记载说，主说：
深渊在于我，我要报应啊！我要报应。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万一你是被别人误解、被别人欺负、侮辱、攻击，你不必生气，你也不必伤心，你心里也不用痛苦，因为上帝会替我们伸冤。保罗他为基督、为教会宣扬福音。保罗他是受到许多的那个侮辱、攻击、鞭打，是生命的危险。但是保罗他深信，伸冤是在于上帝，上帝会帮助他。大卫遇到人生的困扰、困境，受人侮辱这些事情呢，我说，大卫真的是太伟大了。他的部下亚比筛说：“亚比筛怎么说呢？喜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说他求大卫王容许他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砍下他的头来。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说：‘由他做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允许的，是上帝所吩咐他的。既然是上帝所允许的，就由他去吧。他要怎么骂，他要怎么咒诅，就由他去骂嘛。假如我们认识这个道理，当我们被人侮辱、被人看轻、轻看、被人攻击、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像大卫，因为凡事都有上帝的旨意，上帝是可信的，相信上帝，依靠上帝，不必报复，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伸冤在上帝，上帝必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上帝容许让许多的事情发生，是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认识人，看见人真实的一面。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为是很严重，将它看作是我们生命中成长的一部分，将阻力变为助力。各位，47年半前，台北天母教会是由我去开拓的。我去开拓那教会的动机是什么？长老教会在台湾宣教有100年的历史，我们经常在长老教会是100年的教会。这100年的教会在天母就高级住宅区，竟然没有竟然没有一所长老教会在那边。我是这种意识去开拓这个教会。当我去开拓教会，目前是在在南美洲的一个蔡长老，他是跟我一起去开拓这个教会。很不幸，就是那个台北北门教会有一个周长老。这位周长老他怎么说呢？庄某某跟蔡某某去开拓教会，3个月就关门了。弟兄姐妹，我不是去做生意，我是要去开拓教会，让上帝的福音在那边广传。结果就有这种长老，他不是鼓励我，他不是祝福我，乃是咒死我，3个月就关门了。弟兄姐妹，天母教会已经迈向47年半。天母教会曾经在我还17年前还没退休的时候呢，天母教会的奉献的能力是全台北中会的前3名。我们每年缴中会的这费用，是天母教会都排在第3名里面。我们聚会人数在大楼里面呢，我们平均人数每个礼拜出席有181个。我要告诉我们，这位长老他用这种咒诅的话语来咒诅我。
这位长老天母教会开拓4年过来以后，他的新庄一家大工厂倒闭了，卖给人家了。天母教会没有关门，他做主我去开拓教会，他的工厂关门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祝福人的，你必要先受祝福；咒诅人的，必受咒诅。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位长老，他咒诅教会。今天教会天母已经47年半，我们天母教会用牧师这一句话我不会形容。天母教会47年来，我是第1任开拓的牧师，第2任的牧师是接续我到现在，我们这第2个牧师现在还在牧养。感谢上帝，不是我的功劳，乃是上帝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长老他所说的这句话，他是要指责我，但是这种阻力变成我的助力。他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每天求告上帝，说上帝啊，我不是为我的名来开拓这教会，乃是为了你的名要开拓这个教会。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把这种阻力化成为助力。在我的心里面，我天天祷告说：上帝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天母教会是这样成立的。弟兄姐妹，有一天也许我们会遇到，如同大卫所遇到的，就好像素美那样，在你面前背后，也许有人在咒骂、攻击、批评你，不用担心，也不必生气。我们应该学习大卫，他说当人家在咒骂他，由他去吧，由他骂他怎么骂就让他去骂吧。我们的心里面有这种大卫的心怀，我们必定能够平静。第3点，大卫受他亲生的儿子亚沙龙来背叛。撒母耳记下16章第8节这样说：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他是控告大卫是流人血的人，这是示每这个人对大卫的控告。出来他是要替扫罗家来报仇，所以咒骂大卫。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撒母耳记下16章11节这样说，大卫也给亚比筛跟他的众人臣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想要我的生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这里说到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他亲生的儿子要杀他。这种打击不是被人侮辱、被人辱骂，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他所疼爱的宝贝的儿子。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宝贝儿子，不要说要杀你，不听你的话，大声骂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父母亲的人气那个气都要气死了。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也是大卫所有的儿子他是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从圣经中告诉我们，亚沙龙他生长的高大，而且俊美，头脑又好。在撒母耳下第14章25节说，亚沙龙生着很俊美，多人称赞，从脚底下到头顶上都毫无瑕疵。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儿子高大俊美聪明，都一定非常的欢喜，一定非常的爱他。所以大卫甚至非常爱了这宝贝的儿子。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所疼爱的宝贝的儿子呢，起来反对他，背叛他，又要杀他。所以这种伤害呢，是何等的严重。大卫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上帝的信心仍然不变，心里面的痛苦在上帝面前流泪痛哭祷告，这就是大卫的信仰。诗篇第3篇就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上帝一点都没有怀疑，他没有埋怨。我们所想要问的是，为什么上帝让这种事临到大卫的身上呢？我们若再看撒母耳记下16章11节，也许就可以了解，可以清楚这些道理。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诉想我的生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听大卫这样说，可以了解他那时候他的心境。他亲生的儿子要杀他，何况是别人呢？更不用说。大卫是相当有本事的人，他会写诗，他会弹琴，他会治理国家，他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他。只有一小块的石头就打死一个巨人歌利亚。他是一位勇士，他文武双全。这样的人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就是教不好，结果孩子长大了，背叛他，还要追杀他，只好逃命，只能向上帝求救，向上帝哭诉。他依靠上帝的拯救，他相信上帝会帮助他。最后一点，大卫的处境，也就是他的困境，对我们的提醒：一个文武双才、敬畏上帝的人，对自己亲生的儿子没有好好管教。我想有很多当父母的都不认为自己对孩子管教不好，大部分的父母都很深信自己对孩子管教的很好。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帮助，我们的孩子可能有一天也变成亚撒龙一样。也许今天我们所读的这2段经文，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知道上帝让这种事发生，是要我们发现，连自己的孩子我们都管不好，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把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需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交给上帝，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怎样管教孩子，求上帝赐给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有方法来管教孩子。求上帝赐福给你跟你的孩子。我们要在上帝施恩宝座的前面，求上帝怜悯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引导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孩子。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道理。假如你家庭有遭遇到像大卫这样的冲击，孩子反抗你，让你伤心。当你读了诗篇第3篇，就知道大卫经历了这个家庭变故以后呢，懂得一个道理：做人父母的，不是要紧紧抓住孩子，而是要紧紧的抓住上帝。上帝就会紧紧的抓住你的孩子，然后你的孩子就会紧紧的抓住你，也会紧紧的抓住上帝。上帝就把孩子交给你，所以我们要记住，只要我们求告上帝，上帝是帮助我们的。只要你求告上帝，上帝必定来帮助你。各位，在你过去的人生，无论是生活、是家庭、工作、朋友，
你遇到什么困难、困苦、烦恼、伤心、心理痛苦，请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记住，我们无论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上帝呢，上帝必帮助我们，也必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大卫的情形一样，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的困境，许多的困扰，许多被人误解，许多被人攻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必伤心，我们要学像大卫专心仰赖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